阳天在，因为高傲的，地地在马路外，地瓦地地的面前，地高大些印象，地有外外文定家属地地外接下来，我要请大家起立，我要唱讲比朱德文，这是赞美唱吼，所以咱会当起立来起立的时阵吼，阮伫起的背的时阵吼，用咱的手吼跟我同一边吼，闭起来，背的时候呢，变大拇指竖起来，另外一个手飞上去哈，另外这边呢，赶快把你的名写。直接做动作就好，把你的功能搞，列记伫家，拿起就伫体里，好，来跟我们一起做，很简单哈。要开一点哦哈。嗯